今年城市烟火是真精彩，嘛有真侪人去南投看。不过所有民众发生意外，有一个民众摕伊个空翕机，结果煞落落来去击到一个查甫囡仔。也因为这台空翕机已经飞入去袂使飞的范围，所以嘛，互警方查扣，相当会当甲罚15万。 民众欢喜到鸟路溪边欣赏国庆烟火，也毋过煞发生意外。这个查甫囡仔互空中落落来空翕机，讲着阿妈棍架正骹推倒，推倒也阁互破落皮仔为着伤。烟火看到一半，就有空翕机为天顶落落来，规个火药甲4块位民众拢惊一跳。听到一个声音，哇就下来，就被他打到了啊，这样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打到小朋友的脚了。哎呀。 是有啦，不知道那个是无人机呀、空拍机在那个小朋友的正上方，然后突然掉下来，然后掉下来之后，就是很多人用脚去把那个空拍机把它踩停，这样。 好在查甫囡仔经过医疗站膏药啊甲冰敷了后，并无大碍。警方接到通报到场，查扣这只空翕机。南投管区表示，正就已经公告9月30至10月70，在放烟火的鸟路溪边时，无人空翕机禁飞范围。若无取得主管机关同意书，空翕机是袂当擅自进入。也不过查暗时就有2只空翕机拢伫禁飞范围，全部拢爱罚。 后续呢，我们依据我们警察局提供的相关无人机的操作资料，依据民航法体无人机管理规则相关规定来办理做裁罚。应该是会裁处3到15万元。南投管区表示，现在拢伫禁飞范围的空翕机，拢互公安单位会同警方拍落来，将查某囡仔讲着伤的空翕机，敢是也是互拍落来，也爱甲相关单位赔偿。南投管区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，若受伤民众符合理赔条件，也会协助后续的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